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8月2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耶利米书第1章第1节到第3节，第11节到第19节，路加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安息日。在圣经里面，对于安息日的教导有许多非常严格的要求。特别对于犹太教徒而言，守安息日可以说严重到以法律执行的方式为之。到以色列旅游所住的旅社电梯都会标明安息日本电梯自动每一层楼停止。为什么这样做呢？原因是他们认为举手按电梯的按键已经是做工了，这样就严重的违反了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的诫命了。这是严谨的态度吗？还是一种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做法呢？到底圣经里面说的安息日是什么呢？福音书中，耶稣基督好几次因为安息日的事情，与这个法利赛人、犹太教徒有了非常严重的争论。但是耶稣基督同时也明白地告诉法利赛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过去因为以色列人敬拜偶像，也因此他们不遵守安息日，也不敬拜上帝，远离上帝，因此他们遭受到了惩罚。耶利米先知看见了2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预言背离上帝的以色列人将会接受到惩罚。先是巴比伦的攻击。耶利米书提到一个异象，圣经说，上主问我，耶利米啊，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一根杏树的枝子。上主说，不错，我时常警觉，要使我的话实现。杏树的意象是有多重的意思。杏树比其他的树木更早开花，宣告早春的来临，大概是犹太历的2、3月。这是上帝所定的恩典，很快就会来到，在经文的第10节。杏树呢，在希伯来文和警醒、留意这个字非常的相似，也可以说是一语双关，提醒了先知上帝注意并且管理人的一切，他所说的话一定会来实现。接续着，上帝又提到第2个异象。圣经有记载说，上主又问我，你还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在北方有一个滚烫着的锅，它向这边倒过来。他对我说，将有灾难从北方来，请到在这地方所有的居民，因为我要召集北方所有的国家，他们的君王要在耶路撒冷城门和城墙周围，以及犹大境内各城建立他们的政权。我要惩罚我子民所犯的一切罪恶，他们离弃我，献祭给别的神明，拜自己手所造的偶像。但是因为先知传达预言的事实，
但也同时必要遭受到犹太人的攻击，包括了当时候的君王、官长、祭司以及人民。这都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不守安息日，不敬拜上帝，违背上帝而将会遇到的这个大苦难。看起来像是孤军奋战的先知耶利米，好像非常的孤独，非常的无助。但是事实上他并不孤独，他所服侍的上帝应许说：耶利米啊，你要准备好，把我命令你所说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你不要怕他们，不然我会使你在他们面前更加胆怯。耶利米啊，你听，犹大全国上下、君王、官长、祭司和人民都要攻击你，但是我今天要赐给你力量抵抗他们。你会像堡垒、铁柱、铜墙一样的坚强。他们不能攻击你、击败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解救你。我上主这样宣布了。这个是守安息日的人所得到的应许与赐福。守安息日是为了要使人与上帝有正确、亲密而良好的关系。守安息日并不是为了那个守而守，更不是守那个外表的形式。但是非常可惜的是，犹太人却将守安息日当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死守诫命。我们可以用比较开玩笑的口气来说，他们只有2个不准。在安息日当天，他们这个也不准，那个也不准。路加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5节记载了耶稣的门徒因为肚子饿了，在安息日的时候经过了麦田呢，摘了一些麦穗搓着吃，这样子就遭受到那一些看见他们的法利赛人之批评。他们批评说：你们为什么做了在守安息日不准做的事呢？但是耶稣基督这样回答他们：大卫和他的随从在饥饿的时候做了什么呢？你们没有读过吗？他走进上帝的居所，拿了献给上帝的公饼吃，又给他的随从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任何人吃了都算违法的。如果陈设饼都可以拿给大卫以及他的侍从们吃，那么在安息日有人饿了，有人病了，有人渴了，还有什么不行的呢？在安息日爱人助人是不被允许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摩西的诫命不是要求要尽心尽力的爱上帝，也要爱邻舍吗？更何况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今天多数的基督教会不再死守安息日，敬拜上帝是在复活的主日。但是守安息日的精神却是我们必须要在意的。基督徒应当以敬拜上帝、与上帝建立亲密而良好的关系为第一要务。安息日对你我而言，不应该更不应该是一种方式而已，时间的追求，应该是一种生命的态度。
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上主啊，我向你寻求庇护，求你使我永不失败。你是公义的，求你帮助我，搭救我。求你垂听我的祈求，拯救我。求你做我稳妥的避难所，做保护我的巩固堡垒。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我的上帝啊，救我脱离作恶的人，使我摆脱凶暴邪恶者的势力。至高的上主啊，你是我的希望，我从年幼时就信赖你，我一生都倚靠你。我一出母胎，你就保护我，我要始终颂赞你。谢谢上帝创造宇宙和世界，让我们得以受差遣，派驻在你的伊甸园里，让我们得到安息。恳求主帮助我们以生命来与你连结，与你建立合宜又亲密的关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